来看美国国防部公布上新的中国军力的报告，去年中国军机绕台是比前年加79%。佮讲中国已经有超过500粒核弹头。学者分析，中国袂凊彩就用核武器，若台湾颠倒要注意中国海空战力的提升，佮有网络假消息的威胁。中国持续对台军事威胁，国防部公布19到24点钟内查到26台强机、7台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18台强机佫超过海峡中线，扰乱咱西南甲东南防空识别区，造成空防的压力。美国国防部嘛公布中共军力报告，讲去年强机扰台次数比去年大增加79%。的确，他描述的这个都我们都面临到了，所以国军现在目前应处的。就除了加强监控以外，加强战备，哇！当然其他国家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的意见交换。报告提起260多届台湾，显示对台海局势重视的程度。嘛提起美国国再声明关心北京对台施加压力，佮讲中国已经有超过500粒核子弹，可能伫2030年前增加到1000粒以上。学者分析，核武器有高度政治性，中国袂随便动用。台湾颠倒都要注意中国持续提升的海空军战力甲网络战。它应该还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会维持它原本的最小核主原则。那以及原则上不会首先使用核子武器，像是胁迫其他西方国家，在一旦周边就是第一岛链州或者是印太地区周边发生战事的时候，去胁迫这些国家让他不要介入。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演讲，要求国会赶紧通过1000亿美金的紧急经费，支援以色列乌克兰。路透社报道，其中援助印太经费差不多70亿美金，军援台湾的部分都互人当作包括在内。柯国前讲，家己的国家爱家己救。自己国家嘛，我们一定要自己来救。假如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任何帮助，我们当然乐见，但我们并不期望，并不指望。柯国前表示，台湾作战爱靠家己，国军任何演训的版本，拢无外军介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